神话可不只是古老的故事那么简单。你有没有想过，它们其实也可以是一种武器？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理论，看看那些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传说，到底是怎么被一步步打造成影响我们现实世界的政治工具的。好，咱们先来看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来自阿里木江伊纳耶特教授的研究，反差真的特别大。你想想看，就在不到100年前，1930年代那会儿，维吾尔这个词是文明的代名词。可是今天呢，这个词背后是一个完全不同、充满挣扎的现实。这么大的一个反差，你就会想，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曾经代表着文明的身份，怎么就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那么伊奈叶特教授就提出了一个他自己创造的概念来解释这个现象，他管这个叫神话战略。要想弄明白这个概念，咱们得把它拆开看。先说神话，这里的神话可不是咱们平时说的那种假故事哦，它的意思要深得多。它是一种能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榜样、赋予生活意义的强大故事。另一部分是战略，这个就好理解了，就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制定的计划和手段。好，现在把这两个词儿放在一起，核心概念就出来了。神话战略，说白了，就是有计划、有策略的去利用神话和英雄人物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悬？但你可别小看它的力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那么这种战略具体能干嘛呢？你看啊，它的目标可以很宏大，比如说让一个政权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或者把本来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群凝聚到一块儿，甚至能彻底改变一个社会。好，理论讲完了，那说到底，这玩意儿在现实里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咱们来看第一个例子，也是资料里提到的一个核心案例，中国的传奇始祖黄帝。在官方的说法里，黄帝是这片土地上所有民族的共同祖先，这是一个特别有力的统一符号，对吧？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词儿炎黄子孙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呢，伊纳耶特教授的研究就是要一层一层的剥开这个故事，去看看这位神话里的始祖，他最初到底是谁。你看这张图，这个演变过程就非常清楚了。一开始啊，他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个来自外部落的领袖。然后呢，他的故事在民间传开了，被不断的改编和挪用。接着文人们开始出手，把他神话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史学家们把它再历史化，写进正史里，把它塑造成了后世所有王朝合法性的源头。你看，这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精心策划了上百年的造神工程。好，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关键人物西王母，中国神话里一位非常重要的女神。说到西王母，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她是一位特别厉害、受人尊敬的神祇，手里还握着长生不老的秘密，可以说是力量和神秘的化身。但就像黄帝一样，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故事的另一面，他的神话很可能起源于非汉部落。但这里面更妙的一步棋是，他神话里那个虚无缥缈的住处昆仑山，被巧妙的和一个真实存在而且战略位置特别重要的地方联系在了一起。这么一来啊，一个现实中的地方就被包装成了一个充满诱惑的红苹果，一片神话里的应许之地。这让后来的帝王们都觉得，去征服那片土地是天命所归。你看，这就是神话战略最厉害的地方，通过改变故事来改变现实。你可能会觉得，这不都是古代帝王的那些老套路吗？其实啊，一点都不过时。这种塑造神话的策略，到今天还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我们。为了让咱们更好的理解，伊奈叶教授把它和另一个概念叫神权战略做了个比较。你看，他们其实都是利用人们的信仰体系来办事儿，只不过一个用的是宗教，另外一个用的就是神话和文化记忆了。其实啊，这种策略最常见的现代版本，你猜在哪儿？
可能就在你的购物车里。很多大品牌都在借用神话的力量，给自己的产品增加一点神性。比如说，你脚上穿的耐克，它的名字 Nike 就是希腊神话里的胜利女神，这可不是巧合。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这一切最终是为了什么呢？伊纳耶特教授是这么总结的，他说，神话战略就像一个强大的引擎，它通过重塑一个共同的祖先和故事，就像滚雪球一样，把不同的群体不知不觉的都卷入到一个统一的宏大的故事里。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既然神话故事的力量这么强大，那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身边，又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觉得天经地义的故事，正在悄悄地塑造着我们的想法，甚至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呢？